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距离2020第10届立委选举只剩1个月，那么咱市民新声呢，针对着立委选举所制作的特别节目哦，今仔日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呢，是已经将近20几档，表现非常的好，互人做娱乐的吼。那么呢，伊即马要来转战立委啊吼，伊是咱台南市议员蔡秀慧蔡议员，国民姐姐，我们欢迎她。碧纯好，各位我们启明新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我们知道说吼，蔡议员就是已经连任吼7届议员啊，其实吼真正做了做好啦吼，备受肯定，所以想要来挑战这个立委。但是大家想讲吼，其实在咱台南市，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个国民党出来选，可能是对他国民党来讲是艰困的选区。那为什么你会下定这样的决心哦，要出来参选这一届的立委呢？是不是跟我们的乡亲报告之类？我想已经做7届议员，在每一届议员的选举当中，虽然真困难，但是我对家己的选举是非常有信心吼。这届受到国民党的征召，我嘛毅然接受这样的一个征召。是，我想实在是有足侪中央的政策吼，我真正是看袂使的落去。我认为讲，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应该要有这种抱负。有这种责任为咱国家的未来去做更加好的一个服务以外，就是希望以咱国家未来政策去看好着政策是不是有适当，是不是有合法，是不是会带到咱台湾未来发展？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讲有足侪国家的一寡政策，互你看袂落去吼，想要跳出来，为大家争取更较侪福利。所以这政策包括什么款的政策？我想这吼有一项就是咱有看到吼，其实执政党常常这样讲台湾价值、台湾的价值吼，尤其是针对着青年的教育的问题。我个人是非常重视这青年的教育吼，因为我家己囡仔嘛真细汉吼，但是咱有看到，整个政策的新南向政策，对于咱台湾的学子来讲、学生啊来讲是非常无公平。包括着咱台湾的囡仔，伫新南向政策。他们只有每年给他们34个名额，34个名额，每年一次哦，1年一次，一个人25000块，所以才34个，这么少，才34个就是85万，在新南向政策的这个制度里面的经费。但我们知道新南向政策在中央给1000万的新南向政策。你看，它针对新南向政策的一些留学生，给他们开放1年1250个人，然后从学习的语言学校到大学4年，一共5年，这样的一个人数，在语言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可以1个月领25000块，哇！到大学的时候，1个月领3万块，1年12个月，所以光新南向政策。针对新南向政策的留学生，我们每一年要编列21亿来补助他们这个学费，这样还不够，还补助他们来回的机票。所以我感觉这种政策对咱台湾囡仔来讲是非常无公平，非常无公平。但是在中央政策，以下的新南向政策这样子就把它花掉1000亿，台湾的囡仔非常困难。读册非常的辛苦，那咱们有看到，就是讲韩国瑜总统，伊有一个政策，就是讲希望为我们的学子争取学贷免利息，每一年大概政府要负担16亿的利息。那我们的执政党的蔡政府就说无迄个经费，无这个经费，但是咱有看到，伊的新南向政策的花钱。属实对咱囡仔来讲是非常无公平。对啊，真正做无公平，大家听到拢会感觉讲哇，咱教育部和台湾学生奖学金每一个人25000，加34个名额，而且还是1年一次，1年34个名额25000，然后来的这个学生光在语言学校呢，1个月就25000了。是哦，而且开放1250个人来我们台湾。读书，对啊，每一个月给他25000块的生活费，到大学的时候每一个月给他3万块，所以1年可以12次哦。那我们台湾是1年，台湾的学生1年只有1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对我们台湾的同学来说，学生来说，怎么是台湾的价值？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学生的家长是有缴税金的。对，新南向政策的学生来到我们台湾，他们的家长是在台湾没有任何的建树，没有任何的税收。对啊，
啊，所以吼咱的干嘛做牡丹啦？对，做牡丹。对，而且我们台湾很多学生都是办这个助学贷款。是很多。其实学生为什么要办助学贷款？就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可能不容许他们在那么高额的那个学费里面去负担。对。所以很多学生就会办助学贷款。那毕业之后可能还没就业就已经背负了一笔学贷的负债。对，所以这互咱蔡议员看袂落去，要来调整选立委。好，那除了这一点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也是你觉得说你要当选立委来改变这些不好的这个地方是还有哪些？我想除了小英的8年8800亿的一个预算让我们看不下去以外，这次的选举他也提出了很多的钱坑的那个预算。那我们可以看到8年8800亿，我很简单讲一下，有48%就是4200亿，就是要做轨道建设。对，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民国62年蒋经国时代的10大建设，带动我们台湾这10几年来、20几年来、30几年来都是利用台湾的10大建设去创造我们的台湾经济。那小英的8年8800亿的前瞻计划，有48%是在全省各地去做所谓的轨道建设。我看不出来48%4200亿的轨道建设能够带动我们台湾未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英政府为了这次的一个选举里面，他又提出了高铁要南移到左，南移要花了554亿，北移高铁又要花将近1000亿，还有彰化铁路高架化要花近400亿，整个我们的苏花公路的安全提升360亿，还有我们台南市有一个6个立体停车场要花22亿，这22亿有将近50%，就是11亿是要台南市政府自付配合款。我不知道我们整个大台南市我们的总预算大概将近1000亿。轨道建设要配合150亿。对，还有最近的所谓的地下停车场，那个立体停车场又要负担11亿。这样的一个财政是不是一直用在交通上，真的会带动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会拖垮我们台南市的一个财政状况？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知道说8800亿在立法院的时候是1分钟包裹表决。我们常常讲说他们是先射箭再画靶，现在重点是连靶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把箭射出去，就是钱已经包裹表决，有8800亿任由他们去使用。而且这8800亿是举债，是我们台湾要举债，而不是一般正常的中央预算。所以中央预算也背负的债务，就像我们台南市，109年的总预算，我们要短差59亿，所以中央预算短差更多。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我们觉得我连任7届的议员，在地方我们是看紧市政府的财政荷包，我们是逐条审查，可是到中央看到这样子糜烂的一个预算，我觉得，要身为一个有责任的民意代表，我应该勇敢的挑战这次的立委选举。所以当国民党决定征召我的时候，当然我们有推荐很多优秀的人，那这也是跟我们国民党非常可喜可贺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民意代表。事实上，大家都能够独当一面，也都应该有机会能够在这次的立委选举能够脱颖而出。但一个选区只能提名1个哈，那我们也都遵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当国民党征召我的时候，征询我说，我是3不：不拒绝，不主动，也不会退缩。就如果国民党需要我参选的话，我就全力以赴。对，所以公得去改这国民党这个征召这个问题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觉得说，蔡淑慧出来代表实至名归，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声音啊，在贵点当中的公这个征召的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很多选民也会想要了解一下。是，对，我想国民党征召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我们台南市党部有9个人，这是9人提名小组。是，那9人提名小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评比，譬如说，因为我可能是最资深的议员，还有我的年纪比较小，这样这一些的条件评比之后，我的分数比较高。对，那之后还要送我们中央党部
中央党部之后，还要中常会，所以是经过层层的关卡，才能够受到国民党的征召哈。我这样的一个候选人，那当然我们的同党同志有不一样的声音，我当然是可以谅解，也可以体谅哈，也可以感同身受那个他们的想法。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被咨询到、征询到，所以他们觉得不受到重视。基于这个部分，我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说，我能够体谅他们的想法跟看法，但我想我们的同党同志针对的不是我，他们针对的是党部是不是不够尊重他们。但这过了3、4个月之后，我想大家也看清楚，知道说是这个选举在我们台南市是非常艰困、非常辛苦的。对，当然我也很谢谢我们的同党同志，在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之后，也知道整个提名的过程之后，大家都能够更释怀、更体谅，所以大家也都陆续站出来，为我们这次的立委选举全力以赴的辅选。对，所以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说，可能大家已经可以体谅说，其实你就是真的是依照合法的程序，对，然后经过评比，然后让人家选出说，你就是最适合代表我们第5选区来选的嘛。但是然后温这计价啦哈，温迪就是有听到一些声音，就是说你们同党的同志呢，然后把自己服务处的人员，然后安排到这个绿营，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谁了。好，绿营的那个就等于说是敌方的服务处那边去帮忙，有这样子的事情吗？我是没有听说啦哈，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政坛那么多年，事实上我们的朋友也不会只有国民党或是蓝营的朋友，有很多绿营的朋友也会很间接的支持我，这是有相对性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事实上我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就算亲自看到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并不以为意哈，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所以你还是相信说，其实你们国民党内就是整合到现在应该是 OK 了，大家可以挺你，对不对？是。因为像我们12月15号，卢坤儒议员就会在安平区帮我办一场问政说明会，是。所以我想，慢慢的每一位我们的同党同志会陆续帮淑慧在各个区里来办一些问政说明会。是，好，那我们这改这个台南市第5选区可以说是参选大爆炸，除了现任的这个立委林俊宪，民进党林俊宪以外，那还有你就是代表国民党嘛，被征召代表国民党。那另外5党籍的还包括这个陈志晓，然后就是更南铁的嘛，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林义峰。Crazy Friday， 对，之前选过我们台南市长，他现在也跳出来要选立委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吴炳辉，他也是5党的。另外还有这个安定力量的李伯利，所以这改在咱第5选区也当恭喜参选大爆炸。那你觉得说你怎么样去看这样子跟你的对手？我想这个参选是每一个人的权益啊，每一个人都有，只要你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年纪，你都可以出来参选，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对，那这次第5选区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候选人，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去探讨。是，第一就是是不是现任的做的不够符合民意的那个期待，所以很多人想要出来挑战他。对，才很多人跳出来。对，很多人跳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当时很多支持他的一些人，比如说，我想陈教授之前应该是很支持我们的赖清德市长跟林俊宪委员。但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他们的作为让他看不下去，也觉得挺错人，所以他出来挑战他。对。那李伯利牧师，他基本上就是反同婚。对。他觉得林俊宪在立法院的时候公开支持同婚法，所以他觉得对于他们长期教会支持民进党的这个部分，他们也不太能够接受。那Crazy Friday的林义峰。他可能是在评估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经过他自己的审慎评估，当然他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选举，我们都乐观其成，让这个选举更活泼也更热闹。更有趣的。那很抱歉，吴炳辉的部分，我事实上我是对这个人不太熟悉，也不太了解。对。可以唯一了解就是他曾经，在年初3月的时候参加过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对，是不是因为这个选举让他更有
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选择了第5选区。但是可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林俊宪委员在这4年是不是得到民意的期待，所以有这么多人要出来挑战他？那我们反观另外一个选区，可能只有1对1。因为他的服务，他的认真，可能不容人家大家不敢去挑战他。对啊，想说挑战也没有用，是不是？对，挑战也没有用。那为什么现任的林委员会这么多人出来挑战他？对，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选民去做一个审视，去一些想，是不是他哪个地方是不太符合？包括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也听到说，我们的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 PC Home， 他也公开在媒体上提出，台湾有3只政治蟑螂在官员底下瞧来瞧去的那个事情。那他当时提到台湾的3个政治蟑螂在我们台南市州占了2位，就占了2位。对，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我们可能要知道说，民意代表到底你是瞧事情第1名，还是你的服务是第1名，或是你在国会是哪个部分是第1名，要讲清楚。因为国会第1名涵盖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多，是问政第1名，还是你在国会瞧事情是第1名，护航第1名，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第1名？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去审视一下。对，然后这一次的选举啊，有进行这个选区的重新划分嘛，哈，啊，重新划分了后呢，第这第5选区的部分哦，包括着南区，吼，你的大本营对无？来中西区，吼，安平区，啊，还有加上东区的16个里，啊，你感觉讲这个选区重新划分后，对你的选情是加分还是怎么样的状况？我想在接受国民党征召之后，接受这样的一个选举，我们就不会去把选区到底对我的选情是加分或扣分，或是我的选群会不会更加困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审视哈？是，我们就接受它。但是从这个选区的话，重新划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现任优势哈，现任优势把所有的包括选区的划分都以政治考量、选举考量来做这样的一个划分。我想对东区的选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东区是一个很完整性的行政区域，就这么被一切为2哈，一切为2，很多的选民可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第5选区的选民，或是第6选区的选民。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服务是不分区，所以不管你是在第5选区、第6选区，我们都一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深耕的拜访跟深耕的服务。所以我觉得选区怎么划分，事实上对我们的选区并不是绝对的，那只会让我们更努力，是不是应该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就是不去论它到底选区对我的影响大不大。但我觉得经过这次的选举4、5个月来哈，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很快乐、很高兴哈，因为选区变大，选区变多，所以让我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啊，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以前我们可能只选南区，对，看到南区的选民会觉得南区的区民会觉得很高兴，他是我的选民，我很高兴。我在这次议员选举又加了安平区，然后慢慢我会觉得安平区也是我的选民，我也是安平区的议员，对，那我的选区就无形中加了1倍。对，这次的立委选区更大了，我看到中西区的区民，我很高兴，他也是我的人，这个也是我的人，那个也是我的人。到东区当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很谢谢东区我选区以外29个里，其实有很多的里长，私底下都蛮支持我，他们也都觉得说这样的划分对他们不公平，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划分，未来东区会有2位立委可以为他们服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哇，选得很开心哎，对，我选得很开心，很难得，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选得好累、好紧张哦，是真的很累、很紧张，但是还是很快乐，我很快乐地面对这次的选举。对，看得出来你就是抱着这个很开心的心情哦，对，然后再来选举啊哈。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你这次参选，你主要的一个竞选的一个理念，还有你的政见，好不好？我想基本上我在台南市哈，南区连任7届，我最主要能够在南区这个绿油油的一个选区里面，屹立不摇。
对，除了选民对我的支持以外，我想我很引以为豪，是我的服务是非常落实、非常扎实。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中央的服务案件，事实上我们地方的议员还是觉得，可以出的力量不太够。那我们就要去转介一些中央的委员来协助我们。包括因为经济的不景气，我们有很多的卡债啊的好朋友哈。对。还有很多的朋友需要，比如说中央的部会协助的，我们都要去拜托我们的地方的中央的委员。当然，因为整个大台南市5席都是民进党，对啊，那个立委，所以我们会去找服务比较好、比较落实的委员来协助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动力，让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除了可以落实在基层的服务以外，那中央的部分，如果我有机会收到选民的支持，能够顺利当选。我想在中央的部分，我会更落实去做到这样子，中央地方一条线，然后把我们的服务做到最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预算的争取，事实上也需要中央的帮忙。那还有很多的法令，包括我们在台南市议会有很多的自治条例，事实上是跟中央母法是抵触的，是跟中央母法抵触。对，所以中央母法有很多是他们制定很多年的。事实上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但是他们也没有跟着地方的那个步调去修法。我想这个部分在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进入到中央立法院的话，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我想会更让地方能够符合地方的一个期待。我们譬如说最近今年最严重就是这一届最严重就是一例一休的修法的恶法。就是因为中央不知道地方到底需要什么，不知道地方的民众想要什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例一休的恶法吵得沸沸扬扬。对，那包括年金的改革，可能也没有去体会到，其实上基层的公务人员退休之后，他们在他们长期的公务生涯，他们付出了多少？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性，我想在未来有机会进入立法院，我们都可以一一来检视。那我个人的部分，对，我个人的部分哈，我有一些那个我们的那个我的那个政见哈，我政见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重修一例一休哈，重新对一例一休来做一个修法，让我们的劳工他们有工作自主权。那工作自主权非常重要哈，就是说我依我的身体状况能够去选择我是不是要加班。我是不是可以加班，然后来抚养我的小孩，照顾我的家庭，对，照顾我的长辈。我想这个劳工自主权、工作自主权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去重修那个一例一休。那还有是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满65岁的长辈，他们的健保费能够比照其他5都。全部由政府来负担，我想这个部分是长辈非常期待的一个政策哈，非常期待的一个政策。那还有我们最近知道空污的部分是我们肺癌的头号杀手。那我们也希望说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以修法的角度，希望能够针对高危险群的健康检查能够纳入政府的健保，由政府来补助。我想这样子对我们因为空污造成的肺癌的那个发生率非常的高，这个部分也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健保补助来做定期的一个检查，这是我们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政策。那还有就是我们事实上推长照已经推很久了，但是长照社区的托老，事实上他们的环境是不是符合长辈他们的需要？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到中央的话，针对长照的预算的实施的落实性，我们也会去加强了解。那还有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极力争取放宽学生的学贷免利息这个部分，让同学在求学的过程中能够快乐的学习，包括毕业之后不用为了背负这样的一个负债，让他喘息不过来。对啊，对，这个是我们很强调的一些政策哈。那还有就是我非常在意的，就是我们整个大台南，对，尤其是我的选区，
我一直不相信说南区会是这样的一个落后的一个状况。我7届的议员，很多的长辈，很多的南区的居民跟我说啊，咱南区拢无建设，一直拢种落伍，咱北区拢安怎安怎。那我们不管我们的地理环境的天生不足天生不足，那后天失调，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军机场，我们有南山公墓，但是我们还有安平港。所以我在这次的那个政策政见里面有强调，我希望为我们这个选区打造一个陆海空的交通运输网，非常完整的交通运输网。因为在全台南市37个选区里面，只有台南市的南区、安平区、东区还有中西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因为我们南区有空军机场。我们的安平区有安平港，那我们的陆军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台86衔接高速公路，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沙仑站去接我们的高铁站。对，这样的一个陆海空的交通运输，如果是建构完成，我想这对台南市南区、中西区、安平区，甚至东区，甚至到归仁、仁德，都是一个发展性的一个交通运输网。那我们要怎么样串联？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安平港应该要跟高雄港变成一个国际商港，这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在台南市在赖清德时代，我们有推出我们的安平港，但是因为一直都是高雄港的附属港，所以安平港没有发展性。那我们也看到高雄机场，因为他们的腹地不够，那最近高雄因为班机的问题，他们可能急需要去扩建。事实上，我们台南市我们的空军机场腹地比高雄机场更大。如果把高雄机场跟台南机场造成去做一个南部双机场的一个逻辑，那把一些东南亚的一个航线用到我们台南市来，我们的空军机场。我想这样子也会带动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发展，所以这是空军的部分。那陆军的部分，我刚才提到，因为台86衔接那个国道1、国道3，可以到我们的沙仑站去接我们的高铁，所以这个陆军的部分是非常的一个顺畅性。所以陆海空的交通运输，如果能够受到交通部的一个重视，我想比我们所谓的轨道建设会对台南市的发展更有前瞻性。对，哇，所以其实我在那个节目之前有先研究了一下蔡议员他提出的这些政见，我感觉讲这真正不是在画大饼，有的人真正是在开空头机票，都讲得很好听，做不到。但是呢，因为我们跑新闻也跑很久了，那研究市政也研究蛮久，那我觉得说蔡议员其实真的让我蛮佩服的，就是说看得出来你很用心的去做的这些你的政见是真的要做得到的，对不对？我想这和你进前、中前26当连任7届议员绝对有关系嘛。这就是说，在你当议员的期间，然后你去研究说，我们议会的一些预算啊、一些法案、一些政策，然后你本身又在基层服务，所以你基层在选民，和你的一关你拢当听得因的心声，所以这个对你选立委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事实上，我刚才提到的陆海空的那些交通运输网，事实上不用花很多钱。因为它就是既有的一个建设，只是政策的改变。只要政策改变，政策看到台南市的好，台南市的发展性，我想这个不用花到很多钱就可以做到我所谓的陆海空交通运输网的完整的建构。对，我觉得是因为政策没有看到我们的好处，没有看到我们的地理环境的优势，所以这个比前瞻计划的4200亿要做轨道建设，我想对台南市来说，台南市的捷运要花700亿加台南市政府的预算150亿，就850亿要做所谓的捷运7条捷运线。对，事实上我觉得这7条捷运线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动台南的经济？我并不看好，因为我们既有的台南市的道路应该是如何去改善，让它更顺畅。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陆海空既有的地理环境是非常的很优秀哈，就是既有的那个条件非常的好。事实上这样那么好的条件，我们只要中央政策改变，把一些航线融到我们台南机场来，把
安平港重视安平港跟高雄港的并存。那这样的一个政策改变之后，台南就会发达起来。其实根本开遐济牛省免开遐济钱，根本免开遐济钱。对，所以我感觉讲，当然期待啦吼，就是讲希望会当有接受到选民恁的检验。那我一定在地服务26档吼，只求大家给我这次的机会，然后我们用4年来换取南区、安平区、中西区、东区的一个整体发展。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希望说能够得到选民的一个肯定。所以才打出这个幸福不等待，改变趁现在，对不对？幸福不等待，改变趁现在，真的没有机会一直等下去，因为事实上南区的发展一直这样受到地理环境的一个局限。我们因为中央政策的关系，所以我们对南区的选民事实上也蛮愧疚的。所以我只能用更好的服务来弥补他们对于整个地方发展的迟缓，他们的不甘心。好，和咱接耍的来吼，特别来探讨讲这改选举的时阵，你是用什么样的选战的政策？然后就是说，你们贵党的总统候选人是不是拉抬你的选情等等哦？但是咱讲蔡淑惠议员呢，他非常认真的大家拢伫大街小巷安尼伫咧拜票啦，当然就是讲选民服务嘛是继续有咧做，对吧？哈，然后就有一群这个婆婆妈妈非常的挺你他们还穿着国旗装出来跳舞。那我们先来看这段 VCR。于陈庆林老师为韩国瑜竞选歌曲所编的舞蹈，担起妇女会代表加编舞老师林秀霞号召20位姊妹啊申请国旗衫，加国民党担起第5选区立委参选人蔡秀惠做伙伫大安东百货影城前的广场热舞，吸引济济民众眼光。今天很开心能在路口，然后，表现我们的首要诉求的一首歌，然后让我们的爱散播到每一个地方。是金曲奖作曲者陈庆仁老师所写的。然后，因为这一首舞曲很正面、很阳光，然后请台南老师就是我林秀霞老师去编舞，然后很开心。因为它是正面阳光，那我这一次因为编好后，我发现我们台南的妇女很热情，然后她们也要参与，所以我们花了2个礼拜时间，100-200个妇女一起来表达我们的诉求，然后让我们的爱散播到每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妇女希望我们的台湾未来会更好，中华民国未来会更好。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更热爱国家、热爱国旗的一群婆婆妈妈。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路口，然后表现我们想要表现的诉求，我们很开心。透过这首互咱的爱散播伫每一个所在歌曲，蔡淑惠表示爱国精神用舞蹈方式来表现，嘛希望互选举正面，临时负面的操作。我想我很谢谢我们林秀霞老师带领的我们的姐妹，今天穿着国旗装在公园路跟我一起站在路口拜票。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是一个路口的新亮点。那也希望说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多邀请他们出来陪我站路口。但是因为路口有的时候是没有腹地可以让他们这样的表演，那因为刚好今天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那当然也应该是吸睛很多人路过之后，会因为国旗装特别留下来看了一眼。甚至刚才我看到公车有很多的学生就拿着他们的手机一直在拍。我想这样的一个选举效果，应该在我们很苦闷的一个选举里面带来一点点的乐趣。这群妇女秀出的路口表演，用热情活力要来感染民众，嘛为蔡淑惠的选情加温。电新闻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
哇，议员，那你看得出来，公园一穿羽绒衣吼，对啊当天天气真的很冷啊。是我们记者去拍都说哇够寒，结果呢，我们这些姐妹们竟然都穿那个无袖的短裙呢，这么挺你，来是看一下。我因为那一天那个风真的很大又很冷，我还对因为那一天站路口之后就感冒了。哦，所以我们可以更感觉到那个林秀霞老师带领的我们那些姐妹她们的热情。对啊，那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已经很久没看到国旗飘扬这种状况。对，那他们用不一样的一个爱国的一个表现，把国旗穿在身上然后在路口陪着我拜票。对，如果说民进党的候选人，你们也希望有国旗装陪着你们一起拜票的话，他们也很愿意，因为他们只是要展现他们爱国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们觉得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爱国的一个表现。所以也不是专属于我，但是国旗是属于大家的。对，如果你们其他政党的朋友，你们也接受这支国旗，也爱这支国旗，也爱我们中华民国这支国旗，我想他们都很愿意去到现场，为大家来那个伴舞，然后路口一起拜票。哇，所以我想说，除了说这些婆婆妈妈非常挺你其实你这个选立委的时候，应该是有足侪人挺你，让你觉得很感动的。我很谢谢国民党给我这次机会，对，因为这次的一个机会，让我认识了以前我不认识的人，也让我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群众，所以我很谢谢这次的那个国民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选情非常的紧绷，那也非常的辛苦，很累，但是我用很快乐的心情逐天去面对着每一场每一届的选举，每一届的拜票，因为这对我来讲拢是正面的鼓励当然国民党这届给我征召，对我的整个从政的历程来说，我是很感恩，因为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很大的一个肯定。因为事实上在很多年前，就有人希望我出来选立委，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国民党的提名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对，所以就算有机会，我们也没有办法脱颖而出。是，但是在这次选情的一个状况下，居然可以受到国民党的青睐，我想这是对我从政26年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对，你的表现就是被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国民党都看到了，所以才会有征召你出来参选好，那我们知道说你这改除了说让大家朗朗上口，就是说幸福不等待，改变趁现在以外，另外一个呢引起这个热议的就是国民姐姐。为什么叫国民姐姐呢？哇，大家听着觉得好亲切来，国民姐姐蔡淑慧，当初还想过没有国民姐姐我当时要用国民姐姐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同事一直持反对的立场。为什么反对他们觉得姐姐有一点老气那姐姐有点老气。但是我那时候就很坚持，我用国民姐姐，是因为我觉得姐姐是一个在照顾人的另外一个代名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说是可能比如说我是我们家的老幺，那我受到我哥哥姐姐从小的一个照顾，所以姐姐对我来说是一个照顾人的一个代名词。那从27岁到现在已经52岁，这几年，我想我从姐姐到后来有一些小朋友从叫我姐姐、淑慧姐姐，到现在可能叫我淑慧阿姨。那我就开始很害怕，是不是有一天会叫我淑慧姨婆，或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说，我在这个时候打出我是国民姐姐，除了我希望能够塑造我是愿意照顾每一个人的一个形象以外，就是说希望到我70岁、60岁、70岁、80岁，大家还是朗朗上口称呼我为国民姐姐。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国民姐姐，也在网络上受到一些讨论。当然有一些不友善的网军就会讨论说你根本是国民阿嬷你根本是国民阿姨怎么会是国民姐姐？那我想不管是阿嬷、阿姨或者是姐姐，我觉得姐姐，就像我刚才提到，姐姐就是一个照顾别人的、照顾人的一个代名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是很适合的因为我不管是小孩子、老人家，我都是会用非常赤子之心去爱他们，去照顾他们。所以我觉得国民姐姐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我是当仁不让，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真的啊，像我也觉得，国民姐姐真的就是想到蔡淑慧，现在大家都想到蔡淑慧，不管网军怎么讨论，那这样子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说，根本什么国民阿嬷之类的，是不是敌手派来攻击你？网军事件最近也很红啊。我想网军是很多对我们像我们蓝军来说，基本上是很少的网军对，会帮我们说话。所以事实上，国民姐姐在网络上产生一个讨论，对我来说，我不计较他们到底对我是友善或不友善，因为引起讨论对我们政治人物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口号。对呀。那第二个就是，事实上我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我也很讶异，就是说，居然有所谓的敌营的网军会去截取我一些拜票的图片。是我自己 po 上去我的脸书的图片，然后他们断章取义，来污蔑我。我觉得也蛮讶异。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卖菜阿嬤的菜，你去采那个到底是什么？那个根本不是，那个卖菜的那个图片是我们去水仙宫市场。那个我要踏上去的那一刹那，我有看到那个地方是没有菜。如果你们仔细去看那个图片，我没有采到任何一根菜。我这个地方我小细节我是很清楚的。对。而且这张图片，它是截取我自己 po 上去的脸书的图片，然后他说那个阿嬤脸臭臭的。卖菜的那个阿姨脸臭臭的，事实上我们的图片显示不是。当我伸出手跟她握手的时候，她是满怀的笑脸，满怀的一个笑脸。而且我那个动作为什么会是那个动作？表示那个地方事实上并不是很容易走上去，对，所以我才会有那个举止。当然，我也不讶异了，反正民进党的网军会这样子污蔑我们，我想邪不胜正啊，我对于一些基层比较弱势的那个摊商，我都是抱着非常怜悯的一个心情。对啊，怎么还可能去踩人家的菜？不可能，不可能。像我去菜市场拜票的时候，我是失控的买东西，我都是失控的买东西，甚至像前几天我到那个当菜市去买菜。然后我们想去拜票，我想你可以拜票，当菜市去拜票，结果我就看到2个年轻人，他们就在卖东西啊，我就问他说，他只是卖一个小菜，我就说啊，你剩下这2盒吗？他说对，那个时候已经12点半了，对，菜市场已经12点，事实上应该要收市了，他们还在那边为了那2盒残盒。我就说你剩下这2盒吗？他说是。我说2盒买了之后你就可以休息了吗？他说对。那我也二话不说，我也不管我是不是需要，我是不是喜欢吃，我就把那2盒3盒就买回去。所以我觉得我在菜市场里面，我不是说同情他们，我是觉得我用一个非常不舍怜悯的心去看待每一个摊商，因为真的是。就像我们韩总说的，莫忘世上苦人多，对，真的是这样。在菜市仔做生意的人，真正拢做辛苦，所以这点我刚刚我是绝对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爱他们、疼惜他们，绝对不是作秀。对，哇，所以这真正是截图欧北岛啊、欧北贡真的有所以我们其实选民现在的民众就是要有这种其实就是叫媒体识读这种分辨真消息、假消息、真图假图真新闻、假新闻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其实咱用想的嘛，再讲我用卡头，我想嘛，在蔡淑慧议员哪有可能去讲立个菜？对啊，他去袂个 po 家己的 FB 讲我去讲立菜吗？对啊，对，所以如果而且他讲的好像他就在我背后，你知道吗？就在我背后拍那结果后来我去比对，那张照片根本是我们自己 po 上去的。如果我今天这么恶质去采人家的菜，我怎么可能去 po 上去？对啊，对不对？不可能嘛！我怎么直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会觉得，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的选民看待这件事是不是会去追根究底啊，或去明察秋毫，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期待，就是说。我们林委员应该约束一下他的网军哈。事实上，这样子的恶意攻击是不会为他加任何的分哈，因为我一直很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胜于雄辩，没有做的事不要在我身上恶意的攻击这样子。哇，可能之前大家会
不小心误以为是真的，但是现在这个网军事件哦，那个卡神杨惠如的网军事件炒得这么热，就大家现在真的会特别的去注意这一块，是不是？真的是一大堆人在那边这边炒作的啦哈。好，那另外就咱知影讲这总统跟立委选举这一次一起嘛，那通常就是说，总统立委选情它其实会互相拉抬。是。好，那我们这个韩国瑜这个总统候选人，他的选情目前在我们台南市啊，对你是不是加分？你觉得？我想事实上韩总到台南造势的机会没有小英多。这个我们需要去肯定哈。那小英3天2头就到台南来，除了要希望说拉抬他们民进党提名的立委以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应该是我们赖清德先生的问题哈。那韩国瑜相对之下在台南造势的几率并不高哈，机会也不多，因为全省各地大家都在拉着他到现场，到他们各县市的立委候选人去做这样的一个造势那个拉票的一个状况。那我想在台南市的部分在台南市的部分，我想台南市我除了是基层非常扎实以外，我想韩总慢慢会在台南市加温，这是我们期待的。那是不是互相拉抬？我想韩总的全国知名度，还有他的一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当然会有一些拉抬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当这个网军出事之后，我想韩总的部分就会让大家更清楚说，他一路被这样子抹黑，他还是能够坚持他自己的想法跟立场。我想互相的拉抬以外，就是我们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不管是他拉抬我，或是我拉抬他，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2020 1月11号，我们都能够当选。所以我也愿意在这个辅选的上面，全力以赴，为我们的韩总，希望为他的选情加分。伊好我就好，我好伊就好。我想这是一个相对性的。对，好，那我们如果来分析就是之前的这个议员选举的选票，那其实这个就是赖系的子弟兵，在咱台南其实票拢开作悬，一个愈来愈少啦吼。但跟我们在分析选票之后，发现说，尤其在南区跟东区啊。赖系子弟兵的这个选票怎么会越来越少啊？所以在九这类保婚，你觉得反映出什么现象？然后你认为说，其实那这改你最大的对手还是现任民进党的林俊宪嘛？对，那你觉得说，这次你真的是蛮有信心可以打败他？事实上，整个在我们去年的议员选举里面，那个赖清德的子弟兵，可以说他们的选票都几乎减了40%左右。40%很多。事实上，基本上应该是赖清德连3年的调涨房屋税，调涨房屋税部分在地方当时选举里面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弹，对，很大的一个反弹。是。那为什么一样是调涨房屋税，赖清德调涨房屋税，为什么只对民进党的议员的选票产生那么大的反弹？是因为国民党的议员在这个房屋税里面是站在市民的立场，所以全力那个支持市民抗议调涨房屋税这个部分。对。所以无形中可能在这个部分对我们的选情，当时的选情是加温的。是。那我想我还是要再重提，就是说，事实上你问我韩国瑜好不好？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很坦白讲，我不知道。不知道。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韩国瑜很好，他是一个非常有作为，他非常好的人，我可能就是在欺骗我的选民。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不是认识他，可能认识他，但是不了解他。所以如果选民问我韩国瑜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小英不好。3年半让我们台湾民不聊生。所以一个不好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再给他4年的机会？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相信韩国瑜1次？为什么我们宁愿让小英骗第2次？所以我们会在这次的总统、立委的选举里面，我们互相不离不弃，全力以赴辅选我们韩国瑜总统，就是希望这是我们中华民国人民的一个希望、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宁愿给韩国瑜一个机会，让他带我们中华民国走向不一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不愿意让小英再骗第2次。所以在这次的立委总统的选举，
我想这样子不离不弃的一个信念，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让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理念，让我们的选举能够开花结果。好，那接下来面对就是剩大概1个月嘛，这个选前的这个冲刺啊，你有什么样的竞选活动吗？我想我每一次的选举，我都会办区里的座谈会。那这次的选举当然也不例外哈，就是我会陆续在各区各里办一些那个政见发表会。那也希望说借由政见发表会，跟我们的市民直接的，跟我的好朋友，跟我的选民直接的面对面，让他们了解我未来想做什么，我希望能够做什么，我之前做了什么，可以对我们的选民有一些互动跟交代。所以我们会照着我们的选举节奏，一步一步这样走。那当然剩下大概30天左右的一个部分，让我们的选情会更紧密，步骤会更快。那因为选区变大了，所以说要各区各里去走透透，事实上真的有一点难，真的有一点难。所以我们会选择做区里座谈会，让选民更接近我们，也可以间接听到选民，直接听到选民他们的期待跟需求，让作为我们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的话，我们的服务的一个方向，还有未来我们希望在国家政策方面能够怎么样符合我们的市民他们对于国家政策他们的想法跟需求，还有符合他们的一个期待。好，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蔡议员要来挑战这个立委刚才也听到他很多的这个政见跟理念，然后也其实听得出来他其实是蛮踏实，而且我干妈公资历够了，真的够了，要为我们人民做事的话，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好，那我们蔡议员最后还有什么话跟我们选民说？首先我还是要先谢谢我的同党同志能够在这次的选举里面能够无私的支持我让我们共同的目标迈向我们2020的一个胜选。那接下来我还是要拜托我们所有选区的一个好朋友们，我的选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想我在地服务26年在地服务26年，只在这次的选举祈求你一票的肯定跟支持，让社会有机会进入国会，为人民发声，为咱的台南来打拼，咱共同的努力，社会绝对袂有恁失望。好，那再一次呢，谢谢蔡淑慧议员希望说，选民能够肯定他，认识他的政见。大家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电视，大家有听到他的政见、他的理念。如果你认同他，那就是支持我们蔡淑慧议员然后就是幸福不等待，改变趁现在，让国民姐姐能够有机会照顾你们。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国民姐姐蔡淑慧议员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碧纯，谢谢。好，咱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